Gwin 中文係政府物聯通，即係機電工程署特別建立嘅一個政府專屬嘅物聯網。今次嘅挑戰賽嘅目的係為咗進一步推動 Gwin 嘅廣泛應用，支持香港智慧城市嘅發展。物聯網應用喺智慧城市發展中扮演咗重要同埋關鍵嘅角色，希望唔同年齡嘅朋友都可以集思廣益，支持香港嘅智慧城市發展。政府物聯通咧係物件與物件之間嘅互相通訊。